出来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阁是一个主日到了，上帝授赐咱今仔日嘛是一个好的天气，感谢主。在这礼拜来，我想大家人拢经过袂歹的天气，嘛，互咱有一个好的生活甲精神。咱这时来吟诗学录来看圣诗495首，圣诗495首。上帝是我一切仰望，而且讲到上帝是我一切仰望，坚固我心拢无离，带我经过乱世稳当，善良真实就是伊，只有伊应徛起，叫我心归属伊。所以伫遮上帝讲到，伊是咱一切仰望。其实伫遮上帝安怎来坚固咱的心？互人拢毋好放离，所以虽然这乱世有一寡时阵，咱会感觉失望，会感觉软弱，啊，不过伊拢会带咱经过。所以咱只有伊应徛起，嘛只有爸应伫地，所以咱就安怎永远来倚靠伊，拢无变化。后壁佫讲到，伊创造万物对无到有，拢真水。所以上帝创造万物拢是水，伊创造咱人类共款是看了好，所以咱都爱甲咱心内上帝手术遐善良甲好，甲显出来。伫遮咱嘛安怎，来永远对上帝来感谢。第50讲着，咱都安怎，唱时常来唱这奉献感谢祭。感恩的人煞袂去袂记个上帝。有当咱若袂记感恩就会甲即个世界三角斗阵，咱就渐渐去迷失。咱来看495首第1节甲第2节。上帝是我一切仰望，来。上帝是我一切仰望，坚固我心拢无离，带我经过乱世稳当，善良真实就是伊，只有伊应徛起，叫我心归属伊。第3，人所看靠世间荣华，都咸关世袂通过，着无所去讲天管他，变成土分就会无酒杯。只有白羊的灯，伊做我坚固也在。真好，咱搁来看圣诗188首，圣诗188首，而且讲到圣经。上帝在圣经内面，拢有真侪的启示。咱看圣经来看时，咱就会使了解上帝奥妙。上帝奥妙有啥？看圣经。所以上帝对咱人类是安怎？是主动启示。咱有主动启示，咱嘛安怎？所有基督徒嘛要主动的行动去接受这。所以可能透过牧师的讲道，透过圣乐队学路，透过团契的生活。透过圣经来甲咱教示，咱就会使在内底看到上帝的荣耀。咱若哪了解，咱对上帝就哪亲近、哪接近，咱会了解伊是疼咱的上帝，唔会感觉讲伊敢若真远嘞。所以咱就爱甲这个活动，甲咱所得到的，嘛爱传出去。伊咧第50节佫讲到，你看，现时主的圣会伫社会伫活动。对主换名为拯救世间众人，所以这就是咱尾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因为这个世间就是传这个福音，互较侪人知，较侪人了解，反而众人。其实咱咧传的时阵，
那么顺线安怎，会使兼顾咱家己的家庭、家族伫咧即个信用内底。咱来看圣诗188首，唱第一节甲第二节。来，上帝圣经内面有一项叫奥妙，启示地上万民，就是主的荣耀。第二节。早是点的下人，罗伯阿别人，看主阳光显现，后来传播。咱过来唱第五节好无？来，现是主的相会，地下。感谢主，伊这第二节讲着啦。早期在哈兰的时阵，亚伯拉罕就受拣选，所以上帝的道理是拣选了直直刷过。伫后壁佫看着啦，伊讲伊看着主阳光显现，后来讲啦，传播互咱，按亚伯拉罕甲咱你嘛几啊千年，拢伫遮传，所以咱嘛爱佫直直传过，直直到耶稣过来、救主过来的时阵。这是咱的责任，煞尾的时阵，咱来看圣诗505首。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上重要是爱安怎？爱忠实。人甲人的来往上重要就是信任。咱人甲人要互人的信任，你就是爱忠实。所以伊才讲着。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咱我安怎？我会纯真，人甲人真心交陪的时阵，再互相关心。咱会使去关心别人，嘛会使当咱有困难的时阵，别人会使来关心咱。伊佫讲着，咱爱坚强，因为世间有苦难。伊佫讲着咱爱勇敢，克服这人生的艰难。而且佫有讲着啦，咱爱疼人，疼人就无分啥，对敌也是朋友，因为这是拢是上帝创造的。咱在世间可能会惊歪错，毋是干那讲咱认为遐歹人会惊歪错，咱嘛会惊歪错。过来，咱都爱安怎啥？施舍，就是爱帮助人。这施舍毋是要求报赏的，无求报赏。嘛，毋是讲为着讲我安尼施舍，以后上帝就会哪欢喜？无，咱都爱踮内底爱学习谦卑，常常爱仰望保主来疼人，咱都爱向上看主的模样，做咱的帮助。过来第三节讲着，咱都爱祈祷，因为咱的祈祷透过祈祷，会使按上帝啊摕到啦力量。甲坚信，咱嘛爱尽心来亲近天父的宝座，亲近伊宝座要创啥？要听，专心听主细声的招呼，嘛爱坚信，应对救主脚步，咱都爱坚信。伫这世间，咱就永远对着主的脚步，咱就袂惊偏错。咱来看505首，唱第一节甲第二节。我要忠实来，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顺从，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对世间艰苦人，我
保守，我要谦卑，在我心亲近荣耀，我要仰望，哦主，那叹喜乐。今日吟诗到这。这时，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趁上主找着的时，就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就求救伊。邪恶的人就去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就改变因的意念。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圣诗495首，圣诗495首。上帝是我一切毋望，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咱犹原徛地，咱做伙仰头来祈祷。至权至圣的天父上帝，但愿一时来到你的面前，进入你的圣会，恳求你的圣神甲阮同伫地，互阮伫心神甲肉体拢会诚实来尊敬你、服侍你，互你的性命大大发出荣光，搁互阮伫你的圣会当中成做忠实的信徒。求主圣神来帮助阮，将阮的心思意念注神伫你的身上，因为世间有太侪声音得去隐怨。求主帮助阮，将世间的杂音来甲阮砍掉耳孔，互阮简单注神伫你，帮助阮愿意定出时间来甲你斗阵，互阮永远将你放伫阮心内第一位。主啊，你是平安的君源，高欢喜人彼此和睦。求主你看顾拢总受造的，保守阮的国家，伫民主自由的制度下，虽然有各种的意见，求主互阮知，伫主的内面，阮会彼此相听，互阮做一切，互阮所做的一切，拢毋是出于怨愤斗争，乃是出于上主的听，互阮听上帝，听阮的国。互阮的国家行伫主所指示的道路省条，成做行公义、好怜悯的和平社会。阮也要感谢主，伫现今的世界局势下，你互阮台湾愈来愈被国际看见。求主继续保守阮，互台湾伫国际上永远踮伫主你所欢喜的这边，公义的这边。主啊！求你看顾你所听的教诲，伫伊，互伊伫你的面前齐天敬虔，热心来亲近你，洗清伊一切误会，互你伫正理路通过生活见证甲服务来显明你的智慧甲听。也求你祝福每一个家庭，互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保障，互每一个青少年会得到好的培养。互丧享困苦的无活的人得到养饲甲照顾，互忽略品德的人，求你更新因；拄着试探的，求你坚固因；拄着苦难的，求你安慰因；亚先到要跋倒的，求你鼓励因。恳求你用仁爱拯救这个对着阮的，消除心中的怨愤，互阮也会诚心来为因来求祝福。主耶稣要对阮讲：你将你的平安赐予阮，将这世间得予人的拢无共款，阮毋免惊吓。所以阮已经知上帝将平安留予阮，阮伫信心内面，阮安然自在。这时，我们要按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赐，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掀开圣诗的后面，K英文34篇，K英文34篇是出自诗篇146篇，咱做伙来K英。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我靠君王，因一个断开就归途。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的万物。
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上主头放受关监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着称赞上主。下面咱过来吟圣诗188首，圣诗188首，上帝圣经内面，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暗头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愿受竞选的正信徒，伫即时组织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亲近你，搁要仰望你的荣光，恳求你荣耀的国度临在伫阮的中间。你的大能尊贵，威严得到婀娜，敬尊煞接无停。阮也用渴慕的心来领受你永活的话，互阮通得到智慧的心来明白，选择所要行的路。恳求你用你的话来教示阮，互阮的灵命得到活泼的毋忘，圣洁的若加添。伫真理的追求得到合适，搁再合适，财物加添财物，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入到完全的境界，活出基督的款式，结出真理仁义、圣洁的果子，搁做一个好搁尽忠的奴仆，来互你欢喜。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咱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34章第1节到17节。以赛亚书34章第1节到17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第1节，列国啊，站起来！万民啊，注意听！全地甲地上的万民，世界甲住伫迄内面的，拢着听，因为上主对万国发生气，对万军发大生气，伊要甲因消灭，互因出伫人台。
受害死的会互人献杀，新死的臭味会沁悬，正山会因为因的血泛红，天顶的万象会消失，天会亲像册卷起来，天顶的星辰会落落来，亲像葡萄树的叶连去，亲像无花果树打去。我的剑已经伫天顶出现，看咧，这支剑要降落伫伊东，临到这个我判做应该灭亡的人民。上主的剑规支拢血甲油，就是山羊羔甲山羊的血，以及羊港油脂的油。因为伫波斯拉有祭物要献互上主，伫以东有大屠杀。野牛会甲因做伙受害，牛仔囝甲牛港嘛会安尼。因的土地会互血墨红，因的土规个拢是油。因为上主有报仇的日，因为锡安的案件有伸冤的年。以东的溪水拢变点仔加，土变做硫磺。土地变做得烧的点仔加，每日拢袂熄，每日火拢袂熄，火焰永远得清。土地会代代趴远，永远无人对遐经过。毋过地湖甲河堤会占遐，猫头鸟甲乌鸦会伫遐做寿。上主要用混沌做绳线甲阴阳，用空虚做队绳来甲因切。因的王国会灭亡，因的贵族甲官长会拢消失，宫殿会发刺皮一个，以及杂草要砍满要塞。遐会成做豺狼大的所在，多鸟伫遐做寿，旷野的走兽甲豺狼会伫遐大，野山羊会甲伊会同伴三对叫，夜间的鬼怪会伫遐休困，伫遐找到安息的所在。伫遐有箭头蛇做寿，生卵有蛇囝照顾蛇囝，麻雀伫遐自集，公的母的拢集做伙。恁着查考，着读上主的册，无一项动物无伫迄内面。公的母的对对拢有，因为上主的命令，上主的喙有命令，伊的喙甲因自集。伊为着因抽签，亲手用手甲因分地界，因会永远得到所分的地区，世世代代伫遐住伫遐。以上愿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成做咱永远的帮赞。下面要请圣歌队希望诗班来带领咱敬拜，因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一首欢喜快乐的歌。
时要请黄春生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上主报复的日子。弟兄姊妹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希望诗班通过这首欢喜快乐的歌来带领咱来敬拜。咱也读到今仔日的经文，看到的拢是上帝的审判，互咱真亲像无远望共款。但是其实上帝审判有伊的目的，是要带来后壁的这个喜乐甲救赎。咱拍开这个以赛亚书34章的时阵，咱看到内面所描写迄款的图像，上帝通过以赛亚向列国发出真严厉的这个宣告，特别咧针对以东要发出迄个审判的信息。伊的用词已经超越针对单一的一个国家。所以，伫圣经内面咧讲，列国啊，都听。所以换一句话，互咱看到，这是上帝对一个真普世性、逐国的一个宣告。特别伫这个经文内面的这个描写，伊讲天甲地拢毁灭迄款的情形。所以，有神学家就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气氛。彻底灭亡的画面，是一首真典型末世的审判的诗歌，象征上帝要对抗这邪恶的势力，也要带来最后的审判。咱知影讲，先知以赛亚伊服侍的时间，大概是主前740年到700年这个中间。迄当时亚述帝国真紧起来，也造成北国以色列后来的毁灭，甚至也威胁到犹大国。所以列国的中间关系非常的无稳定，爱彼此伫遐结连，甚至有外交会伫遐来操作，所以互整个中东地区。伫这个威胁、震动、看路的中间，这是迄当时的时代的一个背景。先知以赛亚提出，这就哪亲像天要放弃、地要离去同款。通过这个信息，要提醒以色列人，真正的主权、真正的审判。毋是伫这个强权帝国的手头，乃是伫上帝万军的统帅的手中。今仔咱所读到34章，必须爱甲这个35章做阵来看，因为35章是一个救恩愿望的预言。神学家 Charles 伊所指出，34章、35章。构成一种审判甲救恩这款神学的对立对位。审判是掠以东做代表，救恩乃是掠以色列做中心。一方面是强烈的审判，另外一方面伫沙漠的中间要开花重建。所以整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来看，这两章也通讲是为着续接40章开始的第2以赛亚的信息做一个预告。咱若搁较深沉来讲，这个以赛亚34章毋干那是一个政治上的预言，搁较是一篇受压迫者。为压迫者发声的诗篇，通过对歹人的审判激烈的语言，会讲起上帝对历史的主权。上帝要吞下遐个
强迫者，上帝也要拯救遐个受压迫的人。因为当上帝审判歹人的时，上时阵上帝也是咧为义人咧开路，为了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咱先来看这个第1节甲第4节，伫遮的描写。这的描写是上帝呼召普世，就爱安怎静静来听这个审判。伫这4节的中间，伊毋是一种历史的这个描写，乃是咧讲起有一日，迄个天地的大震动，迄是神圣的这个审判的导向。因为遮有真激烈、热世的语言，甲宇宙性的审判的描写。经文一开始就会讲起，列国啊，徛来听；万民啊，注意听。所以真清楚的指出，伊毋是干那是针对以色列语言，伊是对所有的自民、民族全地，拢会发出这款的声音。上帝爱全地拢爱注意来听，爱知影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是普世的审判。换一句话嘛，要表达上帝毋是伫一个区域性，也是民族性的神。上帝乃是一个治理万有、审判全地的主宰。伫这场的审判的中间，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拢需要去面对伊的公义。第2节咧描写上帝安怎讲受气，过来讲啥大受气，然后就带出极端的毁灭的景象。这个极端的毁灭景象，咱咧读的时阵，非常的惊人。咧讲起安怎生死无人去抬，迄个臭味冲到天去。火烧甲逐所在，连山拢要互火来烧扬。这款画面的描写，互人真安怎惊吓？这是一个审判的导向，是真典型的末世的语言。天地拢要消灭，这讲起来是真激烈的描写。这款的描写，一讲起毁灭是全面性的，无法度避免。咱若看到内面用真侪动词，哪亲像消灭，哪亲像卷起来，哪亲像天顶的星会落来，这款的消扬，这款的动词伫这个经文内面的描写，这就哪亲像一出。这个影片伫咱的目睭前，这个影片安怎，互咱会通看到？比如讲，咱看到全地拢是火，有生死，天地放气，甚至闻会到味。伊伫遮讲生死的臭味，这拢是互咱要读的时阵真震撼。伫结果顶头，咱嘛看到。第2节甲第3节讲地上要毁灭，但是第4节讲啥？天顶的万象会消失，天地拢受审判，这是一种末日的景象。在这场的这个毁灭的中间，咱看到异动，真做审判的焦点。伊毋敢若是上顶历史上。这个对抗上帝的帝国，也是咧描写遐个骄傲、自我中心的帝国。这款的描写，毋敢若是一种历史事件的回顾，更较是咧宣告讲邪恶最后会受审判，公义会得到伸张。伫这第4节，咱来看。讲葡萄树叶无花果树，这原本是象征生命的繁荣，但是伫遮竟然来描写衰败、死亡。所以第4节进一步将迄个审判对地面上
的审判延续到伫天顶的羔羊。所以圣经内面咧讲起天顶的万象会消失，天会亲像册卷起来。这款的审判，敢若是地面上，嘛是整个创造的次序的帮盘。日月星辰伫古早时阵，是象征一种生神的次序、生命循环迄款灵性的存在。但是伫遮，互咱看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介入，互遮的次序原本人伫遐破坏，要重新来过。所以这段的中间，咱会当看到，这是一种有审判神学的意涵。正义的审判是上帝恩典的计划。这段经文强调的，毋是审判的对象有偌可恶，乃是要甲咱讲起上帝是真公义，伊威严，伊的主权无人会通对抗。以东的审判，象征所有反抗上帝、瓦靠家己势力、骄傲的帝国。有一日，这款不义的帝国、骄傲的帝国，对着上帝作为，拢会互上帝处理。所以，以赛亚书第1节到第3节这段的描写的时阵，已经要甲咱讲起。上帝的审判是无所不包，袂通避免。整个宇宙拢是伫伊的手头的中间。上帝要来对付迄个骄傲自大的帝国。根据这个神学家 Westman 伊的指出，34章的审判是为着35章的救赎而做预告。因为有审判，然后才有救恩的发生。正义的审判是上帝恩典计划的一部分，通过拆毁来批判救赎的道路。煞者，咱来看第5节到15节，伫遮开始用以东做压迫者的一个代表。以东原本是以扫的后裔，是以色列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是雅各的后裔，所以因彼此以东甲以色列中间有血缘的这个关系。所以长期以来，这个以东甲以色列有当时是朋友兄弟，有当时是对敌。但是咱来去看诗篇137篇第7节的中间所描写的。以东伫耶路撒冷受巴比伦攻打陷落的时阵，因伫遐话讲，甲伊拆毁，甲伊拆毁，甲伊拆到基地。所以诗篇伫遐描写，以色列人真怨愤，因伫遐求上帝讲：上主啊，求你会记得迄日，因为伫因受巴比伦攻打的时阵。以东人竟然伫遐画好、画拆毁，所以犹太人因就安怎真怨愤迄款的代志，所以因伫遐求上帝会记得迄一日。先知厄巴底亚书内面咧描写，讲以东甲巴比伦安怎结盟，背叛兄弟之邦。所以，伫这个中间，咱也会通看到，这款的代志，伫迄当时，有其他的先知甲写落来，会写起以东人因安怎，因伫遐出卖以色列人，因伫遐诚做对敌的朋友，来欺负家己的兄弟。以东毋是一个历史，一个民族利益，伊嘛是象征。上顶遐个自高自私，敢若为着家己的利益来出卖兄弟的人，
伊东也成做一个压迫者的原型，代表一切伊的军事武力对人轻视，甚至抵挡上帝旨意，欺压人的这个势力。这款的帝国，这款的势力，最后上帝会生气，会审判。这款大规模的毁灭，会亲像现在同款的情形。所以伫遮，先知用几啊种方式来描写这场的大审判。咱先来看第5节到第7节，这个审判的性质，伊用现在来做描写。伊第5节讲，上主的刀已经对天降临嘛，要审判以东。原文有一句话叫“削显”，这个意思讲停留伫迄个所在。意思上帝审判，伊毋是一时的冲动，乃是对天界开始对灵性的审判延续落来。伫遮，这个刀象征上帝的公义甲审判。这段经文内面第5节到第7节用现在来描写。第6节讲起上帝嫌规矩拢火甲油，甚至伫波斯拉的祭物要献予上主。这个波斯拉是以东真要紧的城市，所以先知用这款献祭来描写这场的审判，哪亲像圣神的献祭，对敌就哪亲像祭物。这种的描写要互咱知影，伊毋是一个普通的战争，乃是上帝亲自对罪恶来发出伊的审判。所以上帝的审判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人的罪，上帝来审判。审判是为着互公义来彰显。咱来看第8节，这是一个真关键的一节。才会讲起，因为上主有报仇的日，为着涉案的案件有申冤的年。意思有人申冤，上帝要伫遐主持公道。上帝的审判是回应以东压迫涉案的回应。所以上帝毋是报冤仇，上帝是要为着遐受冤屈的人来申冤。这要来展示上帝的公义的这个诚信。以东的土地变做这个干嘛家火焰流恒一烧的所在。这互咱这款的描写，就哪亲像创世纪描写索多玛受毁灭的时阵上回应。这毋敢若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毁灭。搁较象征上帝的审判，伊无停止的记号。这要展示出来，压迫者的阳光将要成做爬远见效。任何掠家己做神、吞塌人的这个帝国，上帝拢安怎袂放掂掂？煞接咱来看11节到15节，伫遮描写以东成做野兽怪物所属的所在。伫遮讲天鹅甲蝴蝶会点伫遐，猫头鸟甲乌鸦会伫遐作秀。这个原本无清气，也是讲象征无好的这个动物，成做迄个地的主宰。意思讲，迄个地完全互上帝弃杀，彻底混乱甲死亡。用古早时阵的人来讲，就是安怎？迄个地是受咒诅的所在，象征上帝的审判是迄个所在受着咒诅。这就哪亲像咱今仔日这个核灾发生的时阵，一个原本有
人类文明活动的所在，后来成做爬远无人大的所在。这是上帝对骄傲、强迫的国家所严重的警告。总讲一句话：上帝袂通轻视伊，上帝要出手，上帝报仇的日要互公义得到彰显。这段也互咱看到，受压迫者因的反下，伫遐喊嗷叫，上帝也要听到。这就那亲像出来奇迹内面，以色列人伫这个咱讲种族灭绝的威胁的中间，因靠赖上帝。这张也描写，这受压迫者因伫遐靠赖上帝。这场对列国的审判，是要让这受压迫的人得到公义的报酬，是为着受压迫者心愿的神学。这就那亲像诗篇第10篇、94篇等等遐个经文所描写的，上帝听受压迫者嗨嗨惨的声音。所以，咱来看最后16节到17节，伫这2节的中间，会描写讲，恁着查考，着读上主的册。意思讲，这场的审判已经记载伫上主的册啊。既然记伫遐，就袂通改变迄个审判。背后彰显上帝对列国主权的宣誓，甲上帝公义要得到彰显的意义。所以这2节是整个这个审判信息的结论，表明上帝对以东，也是讲对一切对抗上帝的势力的审判。伊毋是情绪顶头的反应，乃是上帝安怎亲自写伫册内面，记载伫内面。既然记载伫上帝的册，就无法度改变，无法度改变这个天意，无法度改变上帝的权柄。所以这段经文的描写，毋单单是对以东的审判，也是对万国的审判的计划。以东敢若是做一个受审判的例，象征这帝国的骄傲对抗上帝，迄个结果就是安怎？上帝会对抗这个邪恶的帝国。最后的经文的描写，讲这个野兽一对一对，公的母的对对拢有，意思是一对一对。这款互人联想到那阿大水来的时阵，那阿的大船内面入去的动物相对对，这的意思，互咱看到审判的目的，上帝嘛是安怎有计划、有安排，互这的情绪嘛安怎相对对。原本相对对。伫那爱大船是为着拯救，但是伫遮相对对，竟然是安怎？伫幕后的审判，这个行动毋是偶然的，毋是草拄砍的，乃是上帝记伫册内面。意思讲，这是上帝伊的计划。这款的宣告，其实对今仔日犹原受压迫、受这个不义的体制迫害的人，通讲是一种的愿望。上帝无放袂记的，公义一定会来临。压迫毋是永远的，受苦的人民，上帝袂放袂记的。今仔日这张，通讲是一个受压迫者的诗歌。通过这张，会通带予咱什么款的信息？咱会通做阵来学习。我要提出2项，甲咱做阵来分享。第一项，以东是成做一个压迫者的原型，
咱要通过以东这个原型来检验检视现代政权的移动性。移动的命运是伊自高自大，伊掠家己的武力、伊的政治来压迫其他的人。所以上帝要对这款的压迫者，上帝无定点点，上帝一定会出手。上帝若出手的时阵，天地拢会变色。这款的审判，毋是单单是要来审罚，乃是要互这受压迫者会通得到伸冤。虽讲即章的最后拢无讲起到伫以色列，但是35章的时阵就描写，海受压迫的人，因会经验上帝的救赎，有上帝的恩典甲因三个地地。这嘛表明上帝的审判是为着显明伊的公义，为着受压迫的人来伸冤。安尼，咱进一步来想看卖，来检验现代的政权的移动性。什么叫移动性？就是移动伊安怎歹？移动人因安怎压迫人民，看轻性命？有一寡政权通过军事的镇压、控制言论、打压甲伊无同款意见的人来维持伊的统治，无看重人民基本的权利、尊严，这就是移动性。移动伊的残忍，甲对犹大原本是伊的兄弟之邦，伊安怎？伊点点。当伊的兄弟受欺压的时阵，伊搁伫遐画好。你兄弟，敢有即款的情形？咱若去看到，譬如讲香港受中国的欺压的时阵，台湾内部有的人是伫遐来拯救，有的人伫遐斗相共的祈祷，嘛有一群人伫遐画好。这就是安怎？甲迄个邪恶的政权做连结，中国的集权，这种的体制，就是一种移动性。因咧欺压宗教自由，打压人权，甚至通过统战、渗透、文化的毁灭等等遮的，这拢是看到。这个移动性象征的这个性质是非常的悬。咱若看到中国企图压制台湾的民主自由，甚至要塑造一国两制这款假象的和平、假好的和平，这就哪亲像以东原本对犹大是安怎假好，以东象征这款。帝国的野心，中共对台湾自由民主的威胁，就哪亲像以东对以色列的对敌。所以，咱台湾人需要去辨别这款的体制，咱需要勇敢起来，无去妥协。这就是先知以赛亚的传统真要紧的延伸。历史证明，任何政权若是要用暴力、骄傲、压迫的手段，最后一定会灭亡。咱若看顶世纪，无论是德国，无论是苏联极权的体制，有的真短暂，有的较长，但是最后。这个骄傲、无神，这款的帝国，最后拢会毁灭。第二项要讲的，就那亲像奥巴底亚书内面所记载，以东甲巴比伦结合，参与毁灭伊的兄弟犹大耶路撒冷，所以甲歹结合。是为着交结利益，
即款上帝安怎，也的确袂顶掂掂。咱敢会去甲歹人做交结，甲无好诶代志做交结？即款诶交结，拢是自取灭亡。咱爱知影，对诶代志是就是，毋是就毋是。爱做好诶代志，才会通得到上帝诶看顾。若是要做歹，去和歹做交结，迄最后伤诶就是家己啦。讲较坦白诶，譬如讲，伫即回即个人事罢免遮个立委诶时阵，有人是一张一张去写出来，有人是安怎做假伫遐抄，结果抄假抄的安怎揢石头喊家己的骹啦。你若要甲歹结合，这最后就是安怎？上帝的刀剑已经安怎安伫遐，只是还袂落来而已。伫遮经文内面，互咱看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不缺席啦。上帝会按照伊的时间来进行。第三项，咱要做阵来思考的，咱讲自以为是，对着这个信仰的上帝，异党的骄傲，伫厄巴底亚书第3节内面咧讲起，灭亡的根源，都是政权将家己绝对化，掠伊的权柄，较赢过信仰道德，甚至去打压宗教自由，对着上帝的价值，这一切都是要互咱知影，上帝会对着遮个，上帝为受压迫的人伸冤。当这个世界面对无公义的时阵，先知伫遐爱咱注重公义的实践，所以同款的基督徒嘛爱有这个先知的性格，爱去关心公义的实践，也爱成做一个祈祷甲仰望的见证者，亲像以赛亚一样。伊看到社会上权力的腐败，伊无去妥协，所以咱会通看到，甲这个异动性形成一种真强烈的对比，就是到第35章所描写圣洁的大路。咱要行的是异动的道路，也是要行35章上帝圣洁的道路。这是这两章真要紧的对比。这是要呼召咱，都要用虔诚公义人民来见证咱无属伫异端的这个世界、这个国家。第二点要甲咱分享的，审判毋是为着刑罚，乃是互一个社会结构制度对迄个不义的中间得到纠正。以赛亚34章，这毋敢若是对异端的审判，我一直咧强调，迄是一种行往一体骄傲制度性的无公义的社会的警告，对列邦的警告。上帝的审判毋是为着审罚，乃是要互这个世界的处事得到纠正，得到恢复。咱看到台湾公民的运动这个大罢免，伊的目的敢是为着来怨愤？毋是啦，是因为国会已经安怎乱去啊？国会议员伫遐摕中国的旨意入来伫台湾，削弱咱的国防，将地方、将中央的钱囥到伫地方。因为地方2026年就要来地方选举啊，因为裤袋仔侪较尔侪钱，将来要选举真好用。
到时阵地方拢是中国，我中国的人的时阵，台湾嘛去了了啊。这种的行动，在伫我看起来，迄是对邪恶的共产党的拒绝，因为共产党已经渗透台湾，要进行迄个侵略。这是咱今仔日台湾社会所拄着真大的危机。我毋知咱敢有想到这点无？若是上帝要出手，伊安怎出手？伊互咱逐个人心内有一种信仰的良知，会通徛出来。20世纪美国一个真要紧的本土的神学家、社会改革家尼布尔，伊对美国的政界、对公共知识界影响真大。伊有一本册《道德的人甲无道德的社会》，这本册中间指出，要讲起个人上悬的道德理想是啥物？是听。但是问题来啊，一阵有悬理想、道德有听的人，竟然安怎会做出无道德的代志？照理讲，逐个人拢有一个理想、道德有听，但是结合起来却做无公义的代志。所以伊就继续讲，群体最悬的道德理想是公义。所以对个人来讲，上悬的道德是听；对全体、对社会、对国家来讲，上悬的道德是公义啦。所以这个理解，拄好，互咱看到伫以赛亚书34章，提供一个神学伦理的人物。上帝对异端的审判，对帝国集体的邪恶的回应，都是安怎？伫这个集体的邪恶是无公义，所以上帝伫遐会审判。同款的，咱若看见咱的台湾，咱台湾对威权时期的罪恶到呾，敢有真正落实迄个转型正义？其实，咱需要努力的真多啦。最近有人咧向我讨论讲花莲的代志。我讲花莲伫1947年的时阵，原本张七龙，知无？张七龙对苗栗迄边搬到伫后山，因为后山欠医生，伊就搬过去。是咱长老教会真要紧的一个前辈。伊搬到伫后山，伊甲因囡仔拢做医生，伫后山从事医疗。结果，互逐个人真肯定，因为对人真有帮助。伫1947年的时阵，迄当时，伊伫迄个所在，互人推选做议员，后来互人推选做县长的候选人。但是迄当时花莲已经有一个官派县长，叫做张文成。这个县长安怎讲？哇！你要出来和我竞争？结果国民党21师第5连派到伫花莲遐做亲乡啦，因为228了后要做亲乡。结果伊就这个张文成就甲这个连长讲，将迄个张七龙甲抓起来。结果安怎抓起来？爸仔囝抓去蒙阿波，伫遐开枪枪杀。安尼伊要选县长无对手，你敢知影？这是真夭寿的代志。后来，黄信介伫花莲咧选县长的时阵，做票啊，国民党做票。结果安怎？舞一个黄信介无调。刘兄弟，这是过去伫花莲所发生的代志。花莲若无有落实迄个正义，
其实对当地的建设一定安怎？一定继续愈来愈无好。所以咱倒来看伫圣经内面所讲的，上帝对伫迄款邪恶、欺压人的治理者，上帝一定安怎袂顶掂掂啦。即款审判当时会来到，当时会来到。亲像经文内面讲，上帝的刀安怎已经放伫迄个所在啊，当时要落来。迄毋是咱当拍算的，咱敢若知影讲上帝的刀放伫悬悬，上帝的刀检采真紧就切落来啊，嘛有可能搁伫遐等。但是这就要看人民对公义的诉求是安怎。咱的诉求若愈悬，其实咱的心是连上帝。上帝看见咱心愿的意志，咱的心愿的意志若愈强，上帝的审判就紧紧落来。这个尼泊尔这个神学家提醒咱，人虽然有道德的理想，也有罪性，所以社会制度需要有民主的制度、权力的分立等等这的，是为着要来限制罪性。实践公义，异党的上顶，就是迄款无公义的溃力无受到限制，伊的武力、伊的手段无受限制。上帝的审判，就是要来限制这个集体的骄傲，无论是权力的骄傲，也是知识的骄傲，等等这个上帝一定安怎会出手。这段经文咧提醒咱现代的信徒甲教会，咱的信仰毋干那是个人虔诚甲听的实践，咱的信仰要放伫公共的领域的内面，成做公义的见证者、守望者。人有疼心真要紧，良心真要紧，毋是干那放伫个人的层面。咱来看到上帝的审判，是因为这已经超过公共的领域，为着要来实践公义。台湾教会若要重视伫先知的传统，咱就要去分别出来，社会中有啥物款集体的骄傲、制度的无公义。咱爱伫迄个听甲公义的中间，超找信仰的智慧甲勇气。以赛亚书34章挑战咱，毋通对迄个罪恶的体制顶掂掂，嘛毋通为看到遐受压迫者因的呼叫安怎，咱无出声。这篇的诗篇，描写非常强烈的审判，互咱闻会到迄个尸体臭气的味，互咱看会到山头涂骹规个拢火晒晒。用这款真强烈的描写，拄要提醒咱，上帝毋是底点点的上帝。上帝的审判是为了恢复真正的处事，互人会通得到生命人生的尊严。愿圣神帮助咱，互咱的台湾行往一个上帝国的理想。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圣经以赛亚书34章所带来的信息，随望这个审判的画面，互阮看到真沉重。总是阮相信，主你的审判是为着互压迫者会通反悔，互受压迫的人会通得到公义。
主，阮恳求你帮赞，伫阮台湾，阮面对中共的这个威胁，要吞下台湾，要消灭阮的民主自由。阮恳求上帝，听阮的祈祷，保护邪恶的势力吞下这个已经行往上帝国方向的国家。你爱阮做基督徒，就是爱世界所徛起的信徒，拢会通往上帝国的新国度这个目标来打造阮徛起的所在。愿你帮赞，互阮台湾会通愈来愈有上帝国的滋味，互阮的世世代代好徛起，经验上帝你恩典满满，行往一个良善的大条路，来行伫主你的道路内面。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05首，我也要重视，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要为下面3项代志来公道。第一，为中执会小会的召开，教会事工的推行；第二，为着2025年主期儿童营的报名辅导义工的邀请；第三，为着美国关税谈判有上帝国价值的经济处事，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
即时请苏院长施作新即事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天父上帝，2025年真紧就过了1/3的日子。阮教会伫你的眷顾保守中，逐项事工顺遂进行。阮为着这来献上阮的感谢。今仔日要召开中职会小会，求主伫会议中赏识合一，互各部门的长职互相经历集体的三角连结。也恳求圣神做工，赏赐智慧甲启示，帮助阮明白主的心意。所计划的事工会当得到主的坚固，会当延光主利益人。今年的暑期儿童营已经开始报名，主你意爱人带细囝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感动，也陪伴儿童营所需要的辅导甲义工。通过逐人甲主你的同工，伫每一位参加的儿童心中，也落真理福音的种子。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行公义、好人民，是你予阮世间人的生活准则。总是人无照你的道理行。自古以来，人总是想要去做巴别塔，想要建立强权帝国，跩一再伫阮人类的历史中重演。阮所生存的21世纪也是安尼，人性的贪婪自私并无改变。中国用极权压制侵略弱小的国家，美国用关税、经济手段对付竞争的对手，这会拢违背圣经疼厝边亲像家己的家事。伫这段期间，因为美国关税的要求，世界各国的企业、人民拢真无安定，股票基金起起落落。面对关税的提悬、汇率的变化，人民制造业亲像坐伫风影真大的船中，总是求主帮助阮，毋通袂记得主你伫阮的船的顶悬。阮要求主掌权，求主光照，提醒做决定的掌权者，特别是基督徒，应当警醒，爱会记得经济上的公义是主你的命令甲要求。国家只有去做伫上帝国价值的石盘顶，才会当得到主你的祝福。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恳求，阿门。阿门。这是咱来奉献。
即时请大家起立，用红迄诗来称做咱的祈祷。请坐。即时请大家掀开周报，通知事项，听我来报告。第一，5月4号，新学礼拜日，这是美国籍的历史学家于杰的亲戚当中，有对基督徒甲人权运动者当跑走的已经跑走过。欢迎兄姐来参加，主题是反共是台湾甲全球伟大的事业。这个时间是伫个今仔日的暗时6点半，伫个咱的这个主日学教室。第二，2024年奉献收据证明的资料，教会已经将大家所有关的这个资料。来上传予国税局，若是有会友阁需要即个纸本的，请赶紧去甲办公室登记。若是有疑问的，来问即个财务的同工。第三，圣经学校2025年春季班，即个使徒行传即班，请大家为着林良信长老手续后的复原来祈祷。即个本期的即个课程来暂停，同学来参加其他的课程继续学习，也请大家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甲奉献。下面有6个即个课程，请咱大家家己注意看。第四，守护台湾祈祷会，欢迎大家来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的守护台湾祈祷会。即礼拜是为斗阵为上帝国大祷，伫个咱的大礼拜堂，形态是太泽祈祷，也有处境分享甲即个节光祈祷，请大家来参加。第5，志工毕业典礼，伫公民志工甲即个总会期以及教会的同工参与即2个月来的公民运动，要告一段落。伫个5月10号暗时6点半要举行毕业典礼，来分享一个信仰甲公益实践的课程。第6，2025年暑期儿童营开始报名，欢迎所有的兄姐来邀请即个国小的小学生来报名。另外，营会嘛需要即个备餐的同工、辅导青少年的同工。若是要参加的来向即个林世宏长老也是办公室来参与来报名。时间是伫个7月1号到4号，拢总4天，时间是8点到6点。学生是5点放学。内容有自然生态、艺术、欢乐、圣经故事。其中7月3号是户外课程，报名甲即个详细请咱家己看。第7，人权电影自由画书纪录片，即个自由画书来讲一个受难者的艺术家陈振武，一个20年的创作的历程，来记录了即个白色恐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概念时期的即个面貌。甲一般的即个历史片有真大的无同，请咱大家注意。时间是伫个5月8号的
暗时6点半，伫咱的大礼拜堂第8，社会性骚扰事件要安怎？这是咧讲即个发生即个代志的时阵，爱安怎处理？所以这是七星中会性别公益部伫咧5月24号下晡1点到4点，伫咧固定教会举办，欢迎即个会友、中职甲牧者来参加。下面即个团契消息，请家己看。开个消息，今仔日有即个中职会甲小会，请中职家己注意。下面教界消息甲即个近期的事工，也请家己看。下面要请黄坤生牧师来甲咱介绍新朋友。我先来介绍咱中间的朋友吼。首先来介绍从马来西亚的朋友蔡以乐跟张佑宁，请起立，让我们来欢迎你们。煞接来欢迎吼这个锦怡甲赵福因的女儿吼叫康乃馨吼咱请因抱囡仔来头前牧师要为着第一次来到伫教会这个小朋友来祈祷祝福。来，咱面对会友，咱面对会友，咱三个来为着康乃馨来祈祷，吼，咱三个来祈祷。是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恩典，互造福甲真义，因伫上帝你的祝福的下底，互因有一个宝贝的查某囝。今日带伊来到伫上帝的殿院，伫遮甲众人相甲熟悉。主，阮为着这个细囝来仰望你，恳求上帝你施恩来看顾伊，帮助伊，互伊伫细汉的中间得到上帝甲人的疼惜，也互伊日日伫上帝你的顾守的下底健康来长大。愿你帮助伊，扶持伊，互伊经过细汉的时阵的这个学习。也互伊伫这个青少年的时期，拄着有限的时阵，会通有助力，成做伊的倚靠，帮助伊伫上帝你为着伊定着的路途中间来引带行往上帝你为伊所备办的道路。愿将康乃馨仰望伫上帝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为着因的家庭，因的来三角来欢喜祝福。咱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赐予咱每一位。这是咱做伙来吟尾变诗，圣诗399首，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起立来吟。吟诗煞，请黄春生牧师来祝祷。愿所仰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
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愿望。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列岛避会，若是有需要代祷的兄弟，到这南路这边的雨伞卡有牧师甲同工为你来祈祷。其他的兄弟欢迎来参加地饼会交易。